皈佛、皈法、皈僧。法师口中念念有词，帮猫咪做皈依的仪式。现在宠物已经是人类家庭的一份子，也要让他们感受佛菩萨的加持，祈愿平安健康。有民众除了带着狗狗前来，还有鸟、兔子、黄金鼠，甚至是鸭子和松狮蜥都能接受皈依。他们说它可以让它以后投胎成人，所以说就带他们来祈福。松狮蜥，然后它的名字叫做河豚。那我们一般进行的方式就是会对着这个宠物啊，我们会帮它念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三皈依啊，或者是帮它念诵经，或者是称念菩萨名号。福智佛教基金会举办萌宠同乐会，这天有社工动物辅导师指导帮助动物适应人类环境，也为毛小孩种下爱心树，实践低碳环境永续。同时鼓励以蔬食行动爱护动物，连宠物也能吃无肉饲料。召集了一些兽医师、营养师，甚至中医师调配的这个应该说是一个蔬食的总和饲料。那它的矿物质、它的维生素，甚至益生菌，所有的动物都需要。因为动物都蛮弱势的嘛，要守护动物。所以就要从以前的概念食物，动物是食物，变成动物是朋友。现在推动这个概念之后，变成你就要推动蔬食是一个很好的模式。福智关庙护生园区多年来收容牛、羊等动物，定期推广护生活动，希望落实友善动物和生命教育的观念。记者苏怀腾的报道。